没有这样马呢。哎，儿子，你瞅着，老师让妈妈帮你画这个你幸福的一家四口，你看我画的这一家四口好不好看？啊，俺们这谁？弟弟，你猜这谁？我你看我画的多像这个，爸爸，这个呢？你别笑。阿姨，这谁？敲门的敲，敲门的敲，六星期六的六，星期六的六，猪的，看书啊，猪的英文怎么写 P？P T G， 哎呀呀，你这学海上了，猪不是爱吗？老师就这么教题。猪肯定是爱，你别给我犟啊，姑娘，你给我写，猪是爱。唯一让你吃的可能的了够多，有牛，没有妈妈是在什么？对呀，有牛羊的牛，六啊！教跑了，哎呀！C 是不是动词？那动词后面应该是什么词？大动词大词啊！除了能之后玩的，你还有什么特长啊？心算很快呀。心算快，88乘90有多少150。那对嘛？可是我算的很快呀。算得快，算得快。10减3你不会点，来妈耐心点，给你来掰手指，来这10人都看我啊！你给我买了10个烤地瓜，妈妈，我也没有钱呢。那是钱的事儿嘛，这该算数呢。你这种话了，10个烤地瓜减去3个吃3个，还剩7个。终于我知道了，妈妈，10减3等于3。哦，啊！